呢度係中環雲咸街南華大廈地庫一間咧超觸目嘅新餐廳廚魔新造。一入到嚟咧個 feel 咧好高級啦，好 grand 嘅喎。呢度咧係由星級名廚廚魔梁經倫 Alvin 咧聯同廣州米芝蓮食府新造團隊一齊咧做咗呢一個全新嘅品牌，主打咧係精緻嘅潮州菜啊！佢哋將廚魔天馬行空嘅創意啦，注入去傳統有講究嘅潮汕食材度。今次咧最吸引咧就係佢哋嘅行政午餐啦，原價啦每位咧係596蚊，而家半價咋，兩位起，每一位咧都係298。哇，仲有成10道精緻嘅潮汕菜式啊 ，CP 值咧極高啊！用充足嘅時間嚟呢度慢慢咁樣品嚐佢哋嘅招牌前菜、海鮮啦，同埋潮州菜，成個午餐啊都好似咧美國去旅行咁啊！首先嚟嘅啦就係點心啦，睇到啦呢一個啦水晶蝦餃啦，食落去嘅時候啦皮薄餡靚，蝦肉啦又夠新鮮彈牙，晶瑩剔透啊，滿口嘅鮮甜啊，經典嘅港式點心代表。嗱，潮州粉果咧，佢個外皮咧軟滑啦，入口咧係融化，仲有淡淡嘅清香，仲係潮州菜嘅傳統小食添。鮮蝦春卷啦，佢咧炸到金黃色，咬落去咧係脆㗎，而且咧個蝦咧又夠新鮮彈牙，哇，好過癮啊！今日嘅老火湯咧係羊肚菌老雞湯，每一日咧即刻煲咧即刻飲㗎，而且咧仲好鮮甜添。羊肚菌咧佢入晒味啦，而且仲有少少咧菇嘅香味啊，簡直咧呢一個時候飲咧係滋補暖胃啊，超正啦！啱晒咧忙碌嘅香港人日常養生飲㗎。潮式獅頭鵝3拼，有鵝片、腎片、鵝掌，肉質咧酸嫩入味啊，充滿住潮州嘅風味，特別濃郁。潮式凍馬油，佢用咗咧新鮮嘅馬油啦，然後涼拌咗，再配埋咧特製嘅潮式醬汁啊，食落去嘅時候咧清甜鮮美又唔腥，好開胃。個魚油味咧喺個口腔裏邊咧，哇嗰個味道咧爆啊！上湯浸時蔬，用而家咧最靚當造嘅咧新鮮蔬菜啦，仲咧浸喺一啲雞湯裏邊啦，保持住咧脆嫩嘅清香，健康得嚟咧仲好養顏添㗎。30年老菜譜海參湯，哇！我都係第一次飲㗎咋，仲用30年嘅陳年菜譜咧配埋呢一個海參煲粥，哇！嗰個粥底咧簡直咧就係超香濃啊，而且咧仲好鮮啦，同埋好黏添啊！個海參又嫩又軟啦，個營養啦超豐富啊！食埋個甜品啦就完美啦！今日嘅甜品啦係應節嘅自家製年糕。中意食潮州菜又想試下創意 fusion 菜嘅朋友咧，喺中環咧又高質仲咁抵食咧，真係要約埋班 friend 咧一齊嚟中環呢一度咧試下呢個半價午餐啊！記得 like 同 follow 我，下次見。